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吼，一礼拜咱阁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同齐伫遮来敬拜上帝。咱未开始，提醒咱三角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你将你的活命来放伫阮的生命中间。阮真感谢主。因为你的活命伫阮内面，所以阮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，甲真正的安息。虽然阮伫6日的中间会踮伫世间，要诚做基督徒，要诚做你的家己，有时我嘛拄着侪的挑战，总是有助你圣神甲阮三甲伫地，有你的光，在你照阮头前应该行的路。阮就会当徛在主啊，阮所徛起即个台湾，也是阮的社会，虽然拄着侪攻击，也是看轻，总是有助力来引带带领阮的生命就会当伫即个患难的中间，会当跟对主你来行。主啊，感谢主你，阮即时来到你面头前，我要用学乐，要用敬拜的心，同齐来遮来敬拜主你。愿阮今仔日的敬拜，所有的服侍，拢有你的圣神引带带领。愿咱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的心，过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三甲来敬拜上帝，咱是真福气的人哈。所以咱即时来念今仔日的诗553首，圣诗553首。为主来做。为主来做感谢，我天之好朋友，天主听他爱保佑，人因无成就。为主来做感谢。为主来做感谢，应该欢喜出声，应奉救主我听他的人放下性命，为主来做感谢，应为主来做感谢，叫主耶稣。咱认识这首的圣诗，是一位生出来无偌久就失明的盲人来写的。伊虽然一生拢失明，但是伊写学了上帝的诗，以及亲像这首诗做伊
做主来为主来做伊干净这种的诗来，互咱来唱，互咱得到真大的勇气哈，真大的勇气，甲咱得到所以实在，互咱来唱这首诗的时，会当来认捌咱都爱为主来做干净。咱过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，搁唱一遍哈，好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主是一好朋友，向主听他来保养，好人变无亲像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变更救主耶稣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变更救主耶稣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应该欢喜出声。保佑救主，我听人的咱放下性命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应更救主耶稣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应更救主耶稣。好，咱过来唱370首，咱奉献声音甲才能。370首，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当八饼旁杯来庆贺，主所留无样，咱着学。主耶稣国我宣地得活命，逐位传播真道理，真饼，真道真饼。咱第一节先唱一遍吼。叮铃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。当八饼旁杯来敬贺，主所留有咱着学。主耶稣国我传递我的命令，为传播真道真饼。主耶稣国我传递我命。真道真饼，咱每一节吼，这个副歌吼，拢爱唱2遍吼，爱才有写吼。第一遍较比较弱，比较小声啊。第二次可以大声一点啊，这样子较大声的哈。第二副歌爱第2遍的时候就要较大声安尼吼。好，来，搁唱第一节，搁来唱一遍。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放声悲放悲来敬贺，主所留无有咱着学，主耶稣国我传递我命。大为传播真道真饼，主耶稣国我传递我命，大为传播真道真饼。第2节，主基督咱来打拼，当这道的咱的感谢。
祝福的家庭团聚，因为也着行行动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。哦，这诗是那个牙买加人写的哈，当伫这个圣餐圣礼典来唱哦，除了迄个受难酒的圣餐，咱来用较严肃、较迄个敬虔的心来领受以外，咱伫普通时要领圣餐吼，会当用欢喜的心来领受圣餐。咱亲像咱咧参加天国的宴席一样吼，所以参加天国的宴席，咱兄弟姊妹伫遮坐倒同欢喜唱歌吼，所以用欢喜的声。咱对第一节到第三节来甲唱一遍吼，用欢喜的声来唱。奉献声音踏在灵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被平安回来庆贺，主所老保佑咱着，主耶稣给我传的我名。为传播真道真命，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，耶稣给咱的和平，这道圣诞的关心。祝福恩庆着团聚，因为也着行行动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。为传播真道真命。第三节，主叫咱出去的人去，地个日世界给回去，叫三听分享这美宝，主因马瑞丽了高位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。耶稣给我传的我名，为传播真道真命。咱得耶稣的真活命，咱就来传这个真道真命。好。是，现在礼拜。
我减无命令你吗？着勇敢壮胆，毋通惊，毋通论，因为无论你去倒位，上主，你的上帝甲你同在。咱的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370首，咱奉献声音甲才能。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。当八饼芳杯来庆贺，主所留模样，咱着学。主耶稣国活，全地得活命，逐位传播真道真理。咱起立列吟全首，圣诗370首。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。当八饼芳杯来庆贺，主所留模样咱着学。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，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，主基督互咱的合一，当作道尊叹伊关系。端坐，听因话也着用行动。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，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。主条咱主一切人去，定要以世界嘅轨迹，着三听分享这面包。主以马内利大为高，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，主耶稣国活，全地的活命。大卫传播真道真拼。请坐。下面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伫咱周报的第7面。尼西亚圣经，我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的伊的主。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。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就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为咱钉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国活。上天，现在坐伫爸正边，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伊的国无穷无尽。我信享受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。伊捌托先知讲话，愿信一个圣公同主道的教会。愿告别一个获得下罪洗礼，愿期望死人国活，
来世活命。阿门。下面咱来启用，伫咱圣诗的后面启用文40篇。启用文40篇，就是以赛亚第6篇。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悬的所在。伫个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，门框因为呼应的声震动。迄时我讲，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有一个西拉弗天使爬我来我遮。将炭捂我的喙唇，讲：你的罪过已经除去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下面，咱阁来唱圣诗，圣诗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9首。为着美丽的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阮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大事的境地，无论美丽虽无比，只有最高的大好光景，日月星辰照光明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你目的好奇，为着信心的欢喜，使阮五官通欣赏，有声有影的温柔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姊妹陪母亲，天顶的好朋友，关心看顾个温柔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做一大丰惠，白白受赎还人类，生性恩典甲人情，地上生活甲永生。天父上帝，阮坐声，学罗称呼你尊名。
请坐。下面咱额头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常常伫你的大恩，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。恳求你伫逐个忧伤痛悔的心内，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，赦免阮一切罪。求你永远保守阮，互阮有通过圣洁的生活，会当得到平安。伫这半年来，武汉肺炎传染，互全世界所有国家拢惊吓。全世界第二届疫情要阁开始啊！感谢主，阮的政府的防疫有保护着阮老百姓。伫台湾，阮有安全的环境，生活甲经济拢无受到大影响。毋过，阮也爱警醒，毋通伤轻松，共款爱有准备心。烦恼疫情会阁开始传染到台湾。这段时间，咱有看见上辛苦的，都是第一线医疗人员。也求主你保守帮赞这阵为咱服侍的医护人员，互因会当平安。我嘛爱思考，伫这个疫情全世界传染的时阵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就亲像对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伦共款，有痛苦，有啼哭。这是上帝对全世界老百姓的试炼。上帝听咱老百姓，望咱阁一摆归来到伊的面头前，也求上帝赦免，重新互阮会当阁甲主来亲近。阮的国家最近的国际关系嘛受到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，出现了真大的变化。毋管是美国政府的态度，还是大陆政府的态度，拢造成台湾政府的压力。也求主赐智慧，互阮的政府所行的是公义正直，真正为着咱台湾的百姓来思考。也求主赐智慧，互阮的教会有信心，伫目沙这个所在，将你的法音传开看，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，拯救搁较侪人。教会即阵嘛会听候主的引带，要找着牧养文山教会牧者，也求主的圣心甲正同工来做阵，带领同工会当拄着上帝所欢喜的牧者，来牧养文山教会。也求主帮赞教会的事工，毋管是社区老人的事工、团契的事工、主日路的事工、各团契的事工，拢咱得到主的引带，求主带领教会所有的活动甲聚会，阮所行所做，拢咱因光主你的名。阮中间嘛有真侪人身体软正，求主的信心也甲因同在，体贴因，安慰因软正的身体。阮知这拢是上帝的旨意，是要操练咱的信心。阮也将今日的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主开阮的心门，听见主的道理。阮只是要开始今日礼拜，求主降临感动在，安静正人的心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下面咱来看一节的圣经，伫约翰福音第6章16到21节，伫咱台语汉语本新约第111面。现在我来读16节，黄昏暗，
伊的学生落去到海边上船，要过海去加百隆，已经暗，耶稣还袂到，因为风真透，海涌就愈大。对安尼，学生过船，约落行8里压10里，看见耶稣行海面，若划近船就惊。若是耶稣对因讲是我，免惊，学生就欢喜，直接伊上船，船连绵到因所要去的所在。以上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演示，愿主仍来甲你同在。下面咱要请黄传道，甲咱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行伫水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性别公义纪念主日，伫咱讲道的大省，咱要先来读性别公义委员会的请安批，来向大家请安问候。主来敬听的牧长兄弟平安。10月1号是总会定定的性别公义纪念主日。对2008年53届总会年会成立性别公义委员会以来，推动总会属下的机关组织成立性别公义部，共同防治有关家庭暴力、性骚扰、性侵害等等事件的发生。2013年58届总会年会完成组织条例修订，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，从此正式转型，成做倡导性别公义的角色，促使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，消除一切性别的歧视，建立和谐、互助的伙伴关系，甲营造性别平等的优善环境。性别公义事工的推动，爱大家互上帝所造的人来做伙来帮衬，拢会当去展现
自我的生命的价值来发挥逐个人的特别的恩赐，贡献伊家己的才能，伫家庭、伫教会、伫社会。恳请各位教会牧长伫11月1号的主日特别为性别公义来做宣导，伫讲台信息当中来传讲上帝的公义甲慈爱。愿主耶稣的慈爱甲怜悯，常常甲贵会牧师、长职甲信徒同在。性别公义委员会主委吩咐那哈斯苏朗干事连尚美及全体委员敬上。以上，毋望咱通过咱的性别公义委员会的事工，咱来关心，咱来带导，咱伫社会上，咱拢总的公平甲正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恩典的主，感谢伫全世界疫情还阁花好的时阵，独阮台湾通正常来生活，通照常来聚会。阮的确就要来感谢俄罗敬拜你。阮要用阮水的歌声来敬拜你，来彰显你的圣恩，互侪人，包括伫路边经过的人，拢爱来听到你的恩典，听到你的恩惠，甲听到你的平安甲喜乐。求你甲阮同在，伫阮煞接的礼拜，求你赐下智慧的灵，甲信心的灵，灌压伫阮的心内，帮助阮有能力来正确知捌你的旨意，搁通靠信心来甲你同工，来成做你手中宝贵的器具，伫逐项美好的代志的顶面来见证你的荣耀，来成做福音的出口。我咱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要用行伫海面这个题目，要来探讨，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敢有确实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？咱主耶稣基督是啥人？佮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甲一般的世俗的正大家有啥物无共？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对咱的生命有啥物款的帮助？今仔日经文是耶稣甲伊学生伫提比利亚来互5000人食饱的2块饼、5尾鱼的新食了后，耶稣知影众人要强迫伊做王，伊无爱做，所以家己一个人退到山顶，退到旷野，家己一个人退到遐，在祈祷。祈祷就是上帝，就是耶稣甲上帝结连的方式。伊退到旷野祈祷，就是在敲找上帝的旨意。了后，才在讨海掠鱼的学生，因要对加利利中部西边海岸的提比利亚，要过海到北边的加百农，伊所拄着耶稣行伫水面的新约的故事。这个时阵，天色已经暗，因上了船，要开向加百农。那么这时天色嘛已经暗，耶稣伊去祈祷，无伫船顶。所以即摆处境，整个处境就是时间是暗时，是伫加利利的海面，耶稣还阁未来，还未甲因同在，
就是无主同在的环境，因开始伫要驶船要开向加碧罗。那么因开到海面去拄着风影，这个风影呢，哪来哪大，渔船哪显哪厉害，阮都过船嘛哪过哪食力。这个时阵，耶稣行伫水面过来，哪行哪换因的渔船，阮都看到哪有物伫水顶咧行，就真着惊讲这是啥物鬼怪，都大家都真惊吓。那么耶稣看到因在惊，就甲因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那学生看到是老师，就欢喜，就接耶稣上船。耶稣上船了后，风就停。这是另外一个平行版本马可福音第6章50节讲的。耶稣上船了，风就停，船呢就真紧，就要驶到因伫要去的所在。那照咱所在呢？这个行伫水面的新约，这个代志伫马太、马可、甲约翰3卷的福音册拢有记载，而且拢是记载伫小接伫5块饼2块鱼的后面。伫马可的66章52节有讲到因拄则经历了5块饼2块鱼的新约，是安怎看到耶稣行伫水面，佫着遮惊吓？所以，是毋是对耶稣的权能嘛，还佫真着惊，无了解，实在嘛真鲁钝。同款，伫马太福音14章22节甲23节的平行经文当中，嘛佫有提起讲，彼得听到是耶稣，就讲：主啊，若真正是你，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。耶稣甲讲：来啊！彼得就对船顶跳落去，行伫水面要去耶稣遐。当伊一看到风影遐尔大时，伊就惊，煞船沉落，就大声喊讲：主啊，救你哦！耶稣随时伸手，就甲伊救着，就讲：小信的人是安怎遮尔妖异啊？所以，咱看到一开始咧，彼得是向前，落水向前要行去耶稣遐，伊有行。好，咱照经文看，向前要行，伊毋是一落去就沉落。但是当伊看到迄个风影遐尔大时，伊就开始惊。无看到无惊，看到就惊，就沉落去啊！所以才好，耶稣甲伊讲：这小信的人，哪会着遮尔妖异？说书讲，迄个时阵，必定若是单单仰望主耶稣，无互风甲影来影响，安尼，是毋是伊就会当一直行到耶稣遐咧？这是咱通思考的代志。到这，咱敢有已经确实知捌耶稣是啥？拄则经文，耶稣在甲门徒讲，伊这话嘛是在甲人讲。迄时门徒还佫在犹豫，即时咱敢有才调来确信？上帝对向摩西显现，呼召伊出来急，扭开迄个拯救，迄个以色列的百姓几千年的开始了后，长久以来，以色列人的背逆，造成上帝差派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
来道成肉体，来向全世界来彰显救恩。所以，这个救恩，因为以色列的人因一直背逆，所以这个救恩就无干那要互以色列尔，就派耶稣基督落来，道成肉体，成就咱的拯救，要成就咱随时的帮助。但是，就是拄则门徒条件的摇移，咱嘛是阁看到，诚做人迄个小信，迄个信心的无够。伫遮尔大风影，一直到风平浪静，耶稣行伫水面，甲耶稣上船。咱像出埃及共款，伊象征是人面对迄个奴隶、死亡，要甲迄个自由、甲活命。所以对狂风暴雨、风影摇显，一直到风平浪静，一路平安去到迦百农。耶稣突然无拍算，就来出现。伫风影中无拍算，伊就出现啊！伫伊的安慰甲帮衬，大家拢免惊，因阁平安顺时来甲兑换。所以，咱嘛是要阁倒来思考讲，咱敢有法度确认耶稣基督是啥人？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甲一般世俗的人有啥物无共？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对咱的生命有啥物帮助？接续要来分享一对佛教徒的翁仔某的见证。前2天，伫咱共餐了后，迄个开讲座的所在，就是对姓刘的翁仔某来甲因开讲。开讲了后，才知影，因2位拢是真虔诚的佛教徒，佫是密宗的密教徒。但是这位姊妹，就是富林人的后头厝，嘛是佛教徒。敢若这个老先生，伊的老母是基督徒。分享见证的是，这老先生，伊老母要过身之前，伊所经历的迄个异象。伊的老母要过身的前几年过身的是94岁。伫伊老母的生前，未死以前，就甲因讲，甲因几位兄弟姊妹讲，因若有啥物急难的时，莫甲伊做任何的急救，互伊会使较早转去上帝的身边，交代甲真清楚，讲甲真详细。结果有一摆，因的妈妈病危，急诊室病危通知。虽然老母有交代，毋过几兄弟疑心不忍，毋甘啦，经过讨论，就甲送医急救，救倒来。救倒来了，大家兄弟也真欢喜。毋过老母醒了后，就甲因真怪罪，就甲因讲：恁太就甲我救，我毋是甲你讲，莫甲我救。伊讲，本来已经要转去到天庭啊，迄伫路上，结果煞互通知讲，世间还佫有代志还未煞，爱转来。所以特别讲特别佫甲因讲一解，后摆若佫发生，毋通佫做即款的错误。老母救活了后，伊真清楚，甲伊死了后的情形，来向伊的朋友、亲戚朋友来分享。
伊分享的是讲，伊死了后呢，有足侪亲戚朋友来甲关心，来甲安慰，因为伊一向拢对人真好款待，人缘嘛真好。但是伊无甲大家加言前，就家己向迄个天国的方向行去，行无偌久，就有一对天使穿白衫来甲接，要带伊爬上迄个天国的楼梯，就开始咧爬。所以定定有牧师会讲，当咱若过身的时，咱要紧的，毋是谁来甲你送，是谁来甲你接，天使来甲接。伊讲迄个楼梯，迄足光明的，足亮丽的，足平安的，足和谐。安尼伊准备着要上楼梯，要对伊转去啊。结果行无偌久，就去互通知讲，你搁爱转去。你世间的代志未了。了后呢，伫一个母亲节的暗暝，真侪囡仔，所有的囡仔、孙仔，敢若孙拢转来，伊向每一个转来庆祝母亲节的囝、查某囝、孙仔、查某孙，拢一个一个甲因学乐，甲因相交谈、讲话、交代代志，敢若亲像咧交代后事安尼。啊，这囡仔转去了后，伊还阁一个人伫遐房间款伊遐家己的物件，一直款到3点外，透早3点外了后，外老来甲提醒讲，真暗啊，很晚了，天要亮了。伊才讲，遮暗啊，安尼我来困。困了后，外老发现伊无呼吸，无喘气啊，伊就通知迄个刘先生。迄阵已经是早起8点外。这个刘先生就交代伊的小弟，甲伊讲，伊小弟，伊讲伊小弟住伫因楼骹尔，住伫因老母楼骹尔。去遐看顾好就好啊，莫甲叮当，莫阁做任何的措施。等甲老先是因为伊好亲像是伫中国遐，伫做头路，所以伊赶转来，伊可能上紧急的方式转来到厝已经12点啊。反正伊阁较早甲通知嘛，无一定。所以转来了后，老先就发觉讲，过到遮久的时间啊，伊的妈妈的身体，迄身躯阁真柔软，无硬定去。妈妈的面呢，迄挂着足灿烂的微微的笑容，拍安尼，伊阁比甲拍安尼，手囥安尼，非常的平安。非常的喜乐。后来伊咧办喜事咧办后事的时，规全家的人拢是真平安、真喜乐。伫告别式的当天，嘛是大家用喜乐的心来向伊的妈妈告别。老先生伊的太太，伊妇人人，就刘太太，伊就继续讲。伊讲伊毋捌看过一个人，伊的信仰有遮尔虔诚。伊修的是一本教育，伊看的是罗马字的圣经，伊逐工拢真专注，拢真要义，伫查圣经，慢慢啊查，慢慢啊看，逐句拢看甲捌，看甲想通，伊才有看后壁迄句。对人呢，特别真好款待。毋捌甲人争过什么是非，无去争什么是非啦。总是真看人拢笑眯眯。逐摆咧祈祷的时，伊甲伊新妇讲啊，我逐摆咧祈祷的时，耶稣基督拢甲我做伙。刘太太讲吼，伊的老母甲伊的婆婆
实在是差足济。伊的老母是佛教徒，伊的老母足好囝。伊讲的足好囝是用足好囝，迄可能益来益去，毋知益甲对去迄种的。啊，伊的老母，伊的大家呢，无啥物钱，身躯无啥物钱。毋过，伊却是逐工拢遐尼平安，遐尼喜乐，甚至甲面对人生的上尾坎站，伊还佫带着迄个愿望甲满满的福乐。所以讲，伊日常所看到的，伊就是蒙恩受福，迄个上帝的样式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前2天伫楼骹听到即个见证，我受到足大的激励，对我的信仰嘛有增长，嘛更较坚固。即个老妇人人是暗坑长老教会释教长老，暗坑教会甲咱文山教会共款，拢是新店教会的主会的教会。因搭今年释教60年，所以老女即个刘老太太伫遮所留落来。对伊的囝、伊的新妇所留落来的遮尔水的见证，实在是咱信仰当中咱足大的挖苦。啊，就搁伫昨，阮去大稻埕教会去参加中职训练的进阶课程，有请到马约翰牧师，甲陈宽义教授，陈宽义教授捌来遮看咱的神学生讲道过，即2位老师来上课。咱教会去了8位的中职，上课了后，结果人命大家拢得到大大的勇气，的确伫服侍的事工顶面，嘛大大得到快乐。马约翰牧师是南北2间神学院的灵修神学的老师，嘛是我伫南神的老师。陈宽义教授是台神基督教史的老师。昨即2堂课堂的题目是马约翰牧师的是何时祈祷、何地祈祷、用什么姿势祈祷。啊，陈教授伊是灵性觉醒。亲情服侍的奥秘，伫陈老师灵性觉醒的课程顶面呢，伊定心即个万民皆祭司的精神，就是讲，真做基督徒，逐个拢是宣教师，有专职的宣教师，哪像传道、牧师。有代职的宣教师，宣教师拢是共款，拢是爱做，拢是爱宣教。就像咱大家，咱种大家，咱的长老、会友、执事，这拢是代职的宣教师。也就是讲，只要是基督徒，咱就有负担迄个宣教。就是宣扬福音的责任，因为耶稣基督伫上天的进程，互咱的大使命，就是甲普天下去向万百姓去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，就是这个万民皆祭司的这个精神。咱万民皆祭司的根据，就是彼得。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所讲的，咱拢是受敬调的宗族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呼召咱是离开迄个黑暗，来进入伊灿烂的光明的奥秘，要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伫遮，
咱看到小神的彼得3摆毋民主的彼得，伫经过30年的熬练啊，像咧练金、练羊、练银安尼练，伊30年了后，因为伊3摆毋认主，伊伫海面的小神，这是伫主后32年的代志。写彼得前书，大约是主后64年的代志。所以伫这30几年来，已经练成做金，练成做银，练出来万民该祭司的信仰。那么伊一世人，伊最后是被倒吊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来为着耶稣基督来献出伊的性命。为什么伊要倒吊钉？伊讲伊不配甲耶稣同款正钉，所以伊要倒吊钉。伊为耶稣委身了后，钉死十字架了后，伊就待伫迄个梵蒂冈，意大利罗马教廷梵蒂冈迄个教会、迄个教堂的内底。所以罗马梵蒂冈这间教堂嘛叫做圣彼得大教堂 （Saint Peter Church）。所以就是用彼得的名，圣彼得来纪念彼得。所以彼得的故事嘛，咧甲咱讲，软弱像伊安尼，就甲咱平常人共款嘛，咱嘛会惊，咱嘛会歹势，咱嘛会着惊，咱嘛会无信心，咱嘛会毋敢认主，惊去受着连累。但是伊的后练真胜。所以万民该祭司，就是咱大家拢是祭司。所以真胜是咱大家拢有机会，必定若有机会，咱大家都有机会。所以陈老师所讲的宣教，就是爱去宣扬你家己的经验。那么这个问答，其实咱的圣经长久以来对几千年来所累积的，都是这得到经验的人，得到上帝感动的人，伊将伊的感动写出来、讲出来，一直传几千年来。本来用讲的，讲了变写，写了后变做咱即马来大家来看，都是安尼来的。所以讲，老师在讲宣教，宣教是啥物？真简单，就是你家己得救的经验安尼尔。所以，当咱的信仰、咱的服侍，咱若去拄着窒碍，行袂落去，安尼真简单。伊甲咱讲，回头就好啊，就是转去甲咱迄个当初洗礼的感动，就好啊。伊讲宣教所挖靠上大的力量，就是你当初去担着迄个属灵的上帝，迄个美妙的滋味，迄个甘甜的感动，对遐来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拢捌担过。我嘛定下讲，不管你是几代基督徒，基督的信仰，恁若讲，恁若做，恁祖公会使传互你，但是上帝必须要家己去敲找，你要家己去找你，甲你结连的上帝，互你去担着迄个甘甜的上帝。那么，这个感动，这个甘甜的感动，就是所有你要去宣教的热情，甲泉源。像迄个郑太太，伊就是伊家己甲上帝结连着，伊祈祷，耶稣基督拢伫伊身边。咱若有确认，咱咧祈祷的是耶稣基督拢伫咱的身边，你敢会知影咱迄是何等的平安、喜乐、甲快乐？
所以讲，这个感动，拢是咧确认讲，耶稣甲咱讲的，圣经甲咱讲的，拢是真的，拢是活的。咱就应该爱认真去敲找咱家己的感动。所以咱搁倒来思考，咱的耶稣基督是啥人？基督徒甲一般的世俗人有啥无共？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对咱生命有啥物帮助？对旧约的圣经，上帝自我的彰显，甲新约的圣经，差派伊的独生圣囝来得成肉体的差派，来成做咱的救赎。所以咱知影，耶稣基督是天甲地最后同罗马迄个相接的点。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甲咱人，神甲咱人各好，迄个关键的中保。诚做一个基督徒，甲世上的人无共款的，就是咱若有信靠耶稣基督，就算拄着更较大的风险，咱拢会得到咱的上帝，咱的耶稣及时的保护。这款的保护会互你得到足甘甜，谈到迄个甘甜的滋味，互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充满喜乐。这个喜乐就是耶稣对咱的生命的上大的祝福。这就是咱今仔日透过今仔见证、今仔经文、甲见证、甲上课的理论，咱来得到的结论。而且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若去谈到上帝的甘甜了后，你袂使家己暗砍留咧，你搁要甲即个甘甜来甲万百姓来分享、来共享，因为这是咱的使命，这是咱的命令，毋是你袂无爱，袂使。耶稣甲咱讲，你着去普天的，甲向万百姓来宣扬我拯救的福音。这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特权，甲咱就应该好好去珍惜，伫咱的这世界，要咱去面对咱的生命，真重要的课题。那么，这个上帝的甘甜呢，就那像大笔伫今仔日的经部甲咱所讲的，求你互我伫圣所来调见你。互我看见你的大能，你的荣耀，你永远的疼痛，是比我的生命还佫较宝贵。所以，我要学乐你。这个是大笔，伊诚做一个以色列上界骁勇的战士的国王，伊所讲的，迄个上帝的荣耀，真清楚，伊有得到上帝的甘甜，爱得到伊甘甜了后，伊就继续伫下面的经节讲，64章的第3节到第4节讲，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我的双手来向你祈祷，我的灵要来享受这个丰盛的宴席，我要向你唱快乐的歌，搁念俄乐的诗。所以，咱看到大笔，伊谈到上帝这个甘甜了后，伊对上帝的回应，就是祈祷、唱欢喜的歌，搁念俄乐的诗。祈祷呢，就是咱昨马约翰牧师伫课堂顶伫上课的主题。马约翰甲阮讲，祈祷是回应上帝的疼
唯一的方式。所以，咱若要维持咱所担着迄个上帝的甘甜，要维持住咧，咱就必须要无煞，祈祷无煞。马牧师伫课堂顶嘛，甲阮教真侪祈祷的方法。咱教会有去听的同工，相信拢受益真侪，受到真大的激励。透过耶稣侪侪新约，伊甲咱见证讲，伊是唯一的倚靠。狂风暴雨，甲迄个风影，就若像伫世上咱所拄着的虚假、诱惑甲挑战。迄个互咱伫人海中浮浮沉沉，就若像温度伫海上迄个风影的摇掣。那么，咱若是祈祷，上帝就将伊的宝座设伫咱的心头，成做咱的荣耀甲冕旒，互咱通蒙恩受福，来成做祝福。咱马约翰伫课堂顶嘛有讲介绍着一本册，这本册是阮旧年转去新德圣经学院受训的时，阮就买啊，就是这本。就是这本吼，这本就是祷告丰盛生命的泉源，就是祈祷，就是丰盛生命的泉源。若有渴望要得救的人，会使买转去试看觅；若有兴趣想要先看觅啊，才考虑的人，会使来找我。最后，再来分享一段马约翰昨的见证。伊讲，伊伫24年前，上帝对美国呼召伊来台湾宣教。来台湾了后，伊一开始在学华语，一开始学，伊就后悔。伊讲，如果一开始上帝若有甲伊讲学华语遮尔困难，伊袂去回应伊即个呼召，伊袂来台湾，这太困难了。当然，中国有讲真侪故事，所以讲伊甲阮讲的，就是讲上帝呼召咱，无一定会甲宣布的呼召的内容拢甲咱讲，有一寡伊会袂讲，但是无讲的部分，当咱拄着的是伊的恩典，会教育咱用。免惊，伊甲咱同在。那我想，咱昨有听到，伊嘛牧师伊即马讲迄个华语的流利的程度，检采比侪台湾人还佫较流利。这就是互咱看到上帝伊的恩典教育咱用，伊上好的见证。伊定定伫咧坐公车，定定伫路林咧行咧拖行李。定定伫等车，还是啥物的时，拄着少年人，拄着啥，伊就甲人开讲，甲人宣教，甲人讲圣经的故事，讲基督的美好，讲耶稣基督的同在。所以咱唯一的，就是要透过咱不断的祈祷，来向上帝求祷。祈祷呢，就要尽力祈祷。伊讲要尽力祈祷，毋是尽量祈祷。尽力的意思就是讲，毋通思考祈祷有偌困难，而且是要尽一切困难来祈祷，就是尽一切可能来祈祷，毋是讲敷衍了事讲好啦，我尽量祈祷，我尽量祈祷，敢若像人咧拼酒的人讲，你干杯啊，我尽量。敷衍一下，伊是讲，你要祈祷，你要尽一切可能，尽你所有的力量
来祈祷，来甲上帝结连。因为伊讲，祈祷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祈祷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信息，互阮更较清楚来认捌你。认捌你是行伫水面的上帝，你是到野阁有存的上帝，你是阮上界大的依靠、倚靠，你是阮随时的帮助。互阮阁通回转伫阮当初的感动，来敲出迄个原来的甘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教示、你的启示，来教阮祈祷的方法，互阮能永远来甲你维持更好的美好。主啊，求你，互这个财物成做阮上大的帮助，帮助阮伫今年，阮阁续接过来感恩节、圣诞节，阁明年130周年庆祝活动，而且阁有要明年事工拢总的计划，会拢总的备办，帮助阮的顺利，帮助阮的圆满，帮助阮同心合意，来着为着主你头前所插的标，阮来跑走，互阮来为主做工，来做光做盐，荣耀主的名，伫这个文山地区彰显主的救恩。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阁来唱圣诗553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为主来做伊干净。主是至好朋友，用主疼叹来保养，互人心目承受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553首。为主来做干净，主是至好朋友，用主疼叹来作用，互人因无承受。为主来做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干净，应该欢喜出声。
来罪的干净，亲你罪的洗清，他你何他来向前，老会为高天顶，为主来罪的干净，应更救主耶稣，为主来罪的干净，应更救主耶稣。请坐。下面咱来奉献。请坐。下面咱来报告，伫报告的大省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咱周报第2面。金句：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，甲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的喙唇要学落你。诗篇62篇第3节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，甲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的喙唇要学落你。诗篇63篇第2到第3节。好，咱来看后礼拜侍奉同工吼。咱家己看吼，若有要调整的，再来咱下个干事来讲吼。咱后礼拜拜3查经祈祷会吼，题目是信仰的抉择。
经文伫约书亚记24章第1节到第3节，搁14节到25节吼。主理是咱黄传道，书会是我本人吼，毋是曹明祥吼，是我本人吼。其他的团契的聚会，咱家己看吼。咱后礼拜台语礼拜，共款是黄传道来主理吼。伊题目是对安提阿开始，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。咱圣诗经文吼，咱家己来看吼。好，咱先开第6面吼，咱的教会消息报告吼。伫咱主日礼拜煞吼，12点半，咱伫地下小要举行咱的步车检查吼，请咱各团契的同工吼，准备资料，咱到地下小来步车检查吼。第2项，伫主日礼拜煞1点，伫咱1楼团契教室吼，咱要召开圣诞会筹备会吼，嘛请咱筹备会同工吼出席来参加。第3项，就是后礼拜主日礼拜了12点半，伫咱地下小要召开中级会吼，请团契会长、辅导甲中级出席来参加吼。第4项，就是咱感恩节活动，咱感恩节今年吼伫感恩节拜4啦，毋过咱活动拢是伫咧迄个拜6吼，咱11月21号拜6暗时，咱5点半吼，伫咱教会地下小咱举行咱2020年感恩节爱宴的活动吼。咱欢迎咱兄弟姊妹吼，共款甲以前共款，咱一个家庭咱出一项菜吼。咱若有要准备的，咱会当到1楼柜台吼来登记吼。共款伫咱暗时7点半吼，咱要开始伫礼拜堂有感恩的音乐见证分享会吼。咱嘛欢迎咱兄弟姊妹邀请咱的厝边好朋友亲情做阵来参加吼。搁伫第2天11月22号，咱嘛是共款做联合礼拜，迄天就是无华语的礼拜吼。第5项，咱甲咱团契，咱有选出咱的新会长吼。伫陈荣玉长老吼，灵修是叶秀玉，贵家是杜雅敏，联络是陈淑金吼，康乐是刘壮赞兄弟吼。好，其他的部分咱请咱家己来看吼。若咱迄个奉献流出入，咱咱的贵家，是咱的出入来见证吼。以上有新来无？今仔无新来吼。好，咱来吟圣诗179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吼。咱吟诗煞，咱请潘美妍长老甲咱祝祷吼。好，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79首。荣光归伫圣父上帝。荣光归圣敬上帝，荣光归伫圣贤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高万万世，荣光归伫听。世咱罪我无下处，荣光归伫小咱的主，家主最丰万年久。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替咱献祭，荣光好路。
请咱有缘徛咧咱的三角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谢谢。好，咱坐咧吟咱平安礼的诗歌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咱吟头一节，啊，第二节咱互相来请安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为着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诚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诚做圣，因为耶稣的光明，因为耶稣咱有国华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给连你主听，因为耶稣奉将要主所定。咱互相来请安。